讲到咱台湾要到80万名的外籍移工，民间团体调查有发现，要到30成的外籍移工伫咧台湾捌互人诈骗。刑事局表示，未来增加东南亚基建的防治诈骗宣导，民间团体也和银行合作，希望打造对移工更加友善的金融环境。有人买那个电脑很便宜，我记得2000多了，可是我在外面看还有2万多。印尼籍移工为伫来台湾做看护15年，讲到家己伫网络买物件互人骗的经验，有时感觉真压榨。为什么很笑？不是这个是不要我广告快，不是电脑那个电风扇小小的而已。关心移工的民间团体讲，因为语言袂通二纠正，读无华文的防诈骗资讯一寡原因，移工凭台湾人对诈骗较无警戒心。民团调查发现，有27%的移工伫台湾捌互人骗过。那已经证实2023年的资料，全台诈欺案件有3.8万件来看，移工受骗比例有较悬。移工目前确实面临到非常严峻的诈骗的情境，那要了解如何的去预防最新的手法，需要更客制化去辅导移工防诈的资讯或管道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规划增加在移工有关，特别是目前在台湾最大的人口外籍的部分是印尼，那第2名大概是越南，让我们的这个语言可以呈现多国母语的方式。打击诈骗，政府、银行已经透过多管道推出防诈骗的宣传。刑事局表示，未来也会增加东南亚语言的宣导，协助移工防诈骗。另外，民间团体认为，也会当伫现有和移工参加的课程当中，增加防诈骗甲金融资讯。民间团体也认为，外籍看护工长时间陪长辈，若通增加移工的银行金融知识，也通预防台湾的老大人互人骗，效果是1减2个。记者郭文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